大家好，我係張明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剛剛沙田嘅日賽，方嘉柏加莫雷拉嘅配搭咧，成績係真係冇跑馬地嘅成績咁理想啦。佢哋只係攞到2場上名嘅成績。不過咧，今期嘅賽事翻嚟跑馬地，咁而方嘉柏出嗰8匹馬，全部都係配上主帥莫雷拉，相信咧應該有頭馬成績交出嘅。另外2位嘉賓包括 Double 同埋祖馬龍咧，繼續有心水提供。Double 嘅心水係揀咗第5場，呢場咧就係第3班嘅1650米賽事。佢揀2匹馬，分別有4號做好自己同埋2號極光之子。大家如果想知道 Double 嘅第3、第4選同埋其他場次嘅選擇，可以上 Double 嘅 Facebook 專頁嘅。佢嘅專頁咧就係打比樂 Double。而祖馬龍心水咧就揀咗第7場，呢場咧就係第4班1200米，佢揀3匹馬嘅，分別有6號星運笑着、5號彩虹七色同埋1號當家精彩。頭2匹咧就係熱門啦，咁如果當家精彩入到條 Q 咧，應該就會好分啲啦。跟住咧就到我嘅心水喎，我就揀咗第2場，呢場咧就係第5班1650米嘅賽事。首先咧就揀11號勁爽，呢匹勁爽咧今季個表現就比起上季就有進步，咁可能始終又成熟咗啲啦，咁同埋個分亦都落咗啲。其實佢喺季初咧就喺呢個谷草一里嗰度入到 Q， 咁當其時咧就同堅多福咧就係包 Q， 而堅多福咧後來都叫做輾轉之下咧可以再贏到 win 嘅，咁所以咧嗰個水準咧都唔算話太曳。不過咧，勁爽跑完嗰場第2之後咧，跟住再出咧，佢嘅名次就未能再進啦。不過個表現咧，其實都幾穩定，都好少輸得遠。即係前後咧，佢後來咧都攞到一個季軍啦，上次係攞殿軍啦，另外有2次第5名。就算咧冇獎金嗰次咧，其實佢都唔係輸得遠嘅，個表現咧都算穩定啦。咁而上次嗰次嘅跑嗰隻殿軍咧，根本都係輸半個馬位翻嚟。咁同埋咧嗰場賽事早段咧頭2段嘅步速好快嘅，勁爽咧基本上喺第一個彎位咧要係初走4碟，後來咧埋咗1碟嘅話咧都係要走3碟轉第一個彎。咁快步速亦都走喺咁蝕之下，翻到嚟咧竟然都冇得點斷，所以佢嘅水準咧都值得調升翻。當然啦，今次咧排檔咧都係排外檔排11檔。不過都唔會話次次早段有馬頂㗎，希望今次咧佢早段咧埋到個2碟啦，我相信勁爽嗰個名次咧會有所提升嘅，應該可以作為莫贏。跟住另一匹選擇咧就係8號後備補上嘅魔法速遞。呢匹魔法速遞咧其實即係講翻喺前季嘅時候可以喺4班贏啦，咁然後咧嗰陣時贏馬咧都仲係湯普森咧可以幫佢贏嘅。可想而知咧，呢匹馬咧根本嗰個實力係夠4班。雖然話上季冇再贏翻啦，咁但係咧都叫做入過 Q 嘅。咁而輾轉咧後期咧，即係講上季後期轉咗文家良馬房咧，亦都係幫佢即係叫做搏過馬啦。喺今季初亦都係2度跑到第2，分別喺呢個谷草嘅1里啦，同埋喺泥地1里咧都入到 Q。咁但係咧，後來都叫做跑得密咗啦，跟住個表現咧就有少少回落。咁但係今次唔同喎，今次咧就唞翻成個月嚟跑。咁同埋咧，佢最近咧喺從化市嗰泥閘咧好吸引嘅，隻馬早段咧出閘亦都爽，後來係俾個安上人拖翻後嘅啫。不過都要撐到實，但係隻馬咧好肯自己撲上嚟。其實個試閘表現，我覺得呢匹馬咧係仍然有一個好好嘅狀態嘅。今次後備補上，雖然話排12檔，咁但係報文跑呢啲馬咧，早段都會縮翻較為後啲啦，攞住一啲咧唔使話太蝕嘅位去跑，然後佢啲直路發力咧，呢匹馬都好中意喺中外碟冚嘅，追上嚟咧，相信應該都會好接近。所以第2場咧，我提供2匹馬，分別就係11號勁爽同埋8號魔法速遞嘅。希望今次嘅心水提供咧，交到好啲嘅水準啦。咁另外大家見到屏幕嘅右上角咧，就係一個會員資訊嘅查詢電話，大家有興趣咧可以 WhatsApp 到呢個電話度嘅。另外大家支持呢個 channel，除咗自己訂閱之餘咧，
share 出去啦，咁亦都俾埋 like，我哋更加開心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。節目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